大家好，歡迎嚟到越講越有故仔。講起秦國嘅歷史，大家可能第一時間會諗起橫掃六國、統一天下嘅秦始皇。但係如果我哋將時間推前幾代，秦國之所以能夠擁有統一天下嘅資本，其實全靠一個極之狠毒、極之聰明嘅女人。近年好多古裝劇都有拍過佢嘅故事，將佢塑造成一個重情重義、為愛痴狂嘅大女主。但係真正嘅歷史往往比電視劇殘酷10000倍。今日我哋就嚟剝開歷史溫情脈脈嘅外衣，還原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太后宣太后玉月，到底係點樣用一場長達30幾年嘅美人計去換取秦國嘅萬世基業？呢場政治大戲入面冇所謂嘅真愛，只有赤裸裸嘅利益、算計，同一場極度血腥嘅謀殺。故事要由公元前307年講起。嗰一年，秦武王因為舉鼎被砸死，秦國陷入咗一場腥風血雨嘅皇位爭奪戰。經過一番慘烈嘅內鬥，月嘅親生仔當時只有10幾歲嘅嬴稷成功登基，史稱秦昭襄王。而月亦都順理成章咁成為咗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臨朝稱制嘅太后宣太后。雖然大權在握，但宣太后接手嘅絕對唔係一個安穩嘅盛世。當時嘅秦國可以話係內憂外患，國內啱啱經歷完內亂，政局極度動盪，國外東方六國對秦國虎視眈眈，隨時準備聯手攻打函谷關。但係最令宣太后寢食難安嘅，其實唔係東方六國，而係喺秦國大後方嘅一個心腹大患義渠。義渠係活躍喺秦國西北面嘅一個強大游牧民族部落，佢哋全民皆兵，驍勇善戰，而且騎兵機動性極高。最攞命嘅係義渠嘅領地距離秦國首都咸陽非常之近。秦國歷代國君都同義渠打過仗，雖然互有勝負，但始終冇辦法將佢哋徹底消滅。只要秦國一出兵東進，去同中原諸侯爭霸，義渠就會喺背後捅刀子，偷襲秦國嘅後方。呢種腹背受敵嘅狀態，令到秦國根本冇辦法放開手腳去擴張。對於啱啱掌權、孤兒寡母嘅宣太后嚟講，義渠就好似一把懸喺秦國頭頂嘅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會要咗佢哋兩母子嘅命。如果用常規嘅軍事手段，當時嘅秦國根本冇多餘嘅兵力同財力去發動一場滅國之戰，打唔過又防唔住，咁可以點算呢？喺呢個生死存亡嘅關頭，宣太后做出咗一個令所有人都震驚嘅決定，佢要用自己作為籌碼，為秦國爭取發展嘅時間。公元前306年，秦昭襄王正式繼位，按照當時嘅外交禮儀，周邊嘅國家同部落首領都要親自嚟咸陽朝賀。義渠王亦都帶住浩浩蕩蕩嘅隊伍嚟到咗咸陽。嗰個時候嘅義渠王正值壯年，手握重兵，野心勃勃。佢嚟咸陽，一方面係為咗試探秦國新政權嘅虛實，另一方面亦係想趁火打劫，睇下有冇便宜可以佔。但係當佢踏入秦國皇宮嗰一刻，佢絕對估唔到自己已經跌入咗一個精心佈置、萬劫不復嘅溫柔鄉。當時嘅宣太后大約30幾歲，正係一個女人最具成熟風韻嘅黃金年齡。佢冇用高高在上嘅太后姿態去接見義渠王，反而係放低身段，用女人嘅溫柔同美貌去迎接呢位西北嘅狼。宣太后好清楚，對付義渠王呢種粗獷嘅游牧民族首領，講仁義道德係冇用嘅，用武力威嚇亦都行唔通，唯一有用嘅就係原始嘅慾望同利益。於是，一場震驚朝野嘅跨國地下情就咁展開咗。宣太后主動向義渠王示好，甚至將佢留喺金泉宮日夜尋歡作樂。喺古代社會，一個太后公然同異族首領私通，絕對係一樁足以遺臭萬年嘅醜聞。朝中嘅秦國大臣肯定係議論紛紛，甚至有人喺背後對宣太后指指點點。但宣太后根本唔在乎，佢係一個徹頭徹尾嘅政治家。喺佢眼中，個人嘅名節同秦國嘅國家利益相比，簡直一文不值。只要能夠安撫住義渠，令秦國嘅後方免受戰火之災，叫佢做咩都得。呢場美人計一玩就玩咗30幾年。30幾年係一個咩概念？一個人嘅大半生就咁過咗。喺呢30幾年入面，宣太后同義渠王之間嘅關係似乎越嚟越親密。宣太后甚至頂住全天下嘅壓力，為義渠王生低咗2個仔。2個仔嘅出生，成為咗宣太后布局中最毒辣嘅一環。對於義渠王嚟講，呢2個仔就係定心丸。佢開始慢慢放低對秦國嘅戒心。
佢心諗，宣太后連仔都幫我生咗2個，我哋就係一家人啦。秦國嘅太后係我嘅女人，秦國嘅國君雖然唔係我親生，但都要叫我一聲後父。義渠同秦國仲有咩好爭嘅？喺義渠王沉浸喺溫柔鄉，每日喺咸陽享受住榮華富貴嘅時候，佢完全冇留意到外間嘅世界已經發生咗翻天覆地嘅變化。宣太后利用呢30幾年難得嘅和平時期，喺內部重用佢嘅同母異父細佬魏遠，以及一眾用事外戚，徹底肅清咗國內嘅反對勢力，鞏固咗皇權。同時，佢大力發展農業，推行商鞅變法留下嘅軍功爵制。秦國嘅國力喺呢30幾年間好似火箭咁飆升，秦國嘅軍隊開始不斷向東方擴張，打到六國節節敗退。白起等一代名將亦都喺呢個時期開始嶄露頭角。原本嗰個岌岌可危，連自保都成問題嘅秦國，已經成長為戰國時期最強大嘅超級戰爭機器。而反觀義渠呢，因為佢哋嘅首領義渠王長期逗留喺咸陽，沉迷女色，義渠內部群龍無首，軍隊嘅戰鬥力大幅下降。原本兇悍嘅草原狼已經慢慢被馴化成一隻冇牙嘅狗。呢30幾年其實就係宣太后溫水煮青蛙嘅過程。佢用自己嘅身體，用2個無辜嘅生命麻痹咗義渠王嘅神經，抽乾咗義渠國嘅血液。時間嚟到公元前272年，呢一年，宣太后已經係一個60幾歲嘅老婦人，而秦昭襄王亦都已經掌權多年，秦國已經完全具備咗一舉殲滅義渠嘅實力。宣太后知道收網嘅時機終於成熟咗。嗰一日，宣太后一如既往咁邀請義渠王去金泉宮相聚。30幾年嘅習慣令義渠王完全冇任何懷疑，佢可能仲以為呢次只不過係一次普通嘅家庭聚會，去見見自己深愛咗大半生嘅女人，去睇睇自己嗰2個仔。當義渠王毫無防備咁踏入金泉宮嗰一刻，大門突然喺佢身後緊緊關閉，四周原本熟悉嘅宮女同太監全部消失唔見，取而代之嘅係一群手持利刃、面露凶光嘅秦國武士。義渠王震驚咁望住坐在大殿之上嘅宣太后，嗰個曾經同佢山盟海誓、同床共枕30幾年嘅女人，此刻眼神入面再冇一絲溫柔，只有冰冷嘅殺意。義渠王到死嗰一刻，可能都唔明白點解一個女人可以隱忍30幾年，點解所謂嘅愛情同親情喺政治面前竟然係咁不堪一擊。根據史書零星嘅記載同後世嘅推演，義渠王死得極之慘烈，佢甚至連拔劍反抗嘅機會都冇，就被一擁而上嘅武士亂棍打死，亂刀砍死喺金泉宮入面。一個曾經叱咤風雲嘅草原霸主，最終嘅下場竟然係喺自己女人嘅寢宮入面，被當成一隻獵物咁殘酷屠殺。而最令人毛骨悚然嘅係，宣太后喺義渠王死後嘅舉動，佢冇留下一滴眼淚，冇一絲猶豫，即刻下令秦軍主力傾巢而出。早有準備嘅秦國大軍由秦昭襄王親自指揮，兵分幾路，以雷霆萬鈞之勢殺向群龍無首嘅義渠。義渠人根本組織唔起有效嘅抵抗，短短時間內，義渠國就被徹底消滅。秦國喺義渠嘅故地設立咗隴西、北地、上郡3個郡。從此之後，秦國嘅西北邊境徹底安定，再冇任何後顧之憂。秦國終於可以將全部嘅兵力同資源集中喺東方戰線，為日後秦始皇橫掃6國、統一天下奠定咗最堅實嘅地理同戰略基礎。至於宣太后同義渠王生嗰2個仔，史書上並冇明確記載佢哋嘅下場。但係按照秦國當時冷酷嘅政治邏輯以及斬草除根嘅作風，呢2個擁有義渠王族血統嘅私生子，下場恐怕亦都係凶多吉少，極有可能被宣太后親手下令處死。因為喺宣太后嘅計算入面，佢哋由始至終都只係政治工具，任務完成咗，工具自然就冇存在嘅價值。回顧呢段歷史，我哋不得不驚嘆宣太后嘅可怕同偉大。話佢可怕係因為佢對別人狠，對自己更狠。佢可以將自己嘅青春、肉體、感情，甚至係親生骨肉，全部放上政治嘅賭台。30幾年嘅同床共枕，無數個日日夜夜嘅溫泉，換轉係普通人，點都會生出幾分真感情。但宣太后冇，佢嘅內心由頭到尾都保持住極度嘅清醒同冷酷。佢好清楚自己嘅最終目的係咩，並且為咗呢個目的，可以毫不猶豫咁揮下屠刀。話佢偉大，係因為佢嘅犧牲同謀略，確確實實拯救咗秦國。如果冇佢這30幾年嘅委曲求全，秦國好可能早就被義渠同東方6國夾擊而亡，根本唔會有後來嘅大秦帝國。佢係一個真正意義上嘅政治家，超越咗性別嘅局限，用最極端嘅手段完成咗歷代秦國國君都無法完成嘅霸業。
歷史從來都唔係童話故事，冇咁多霸道總裁愛上我嘅浪漫橋段。喺權力嘅遊戲入面，溫情只係用嚟掩飾殺機嘅面具。宣太后用30幾年嘅時間，生動咁為我哋演繹咗咩叫做最毒婦人心，同時亦都詮釋咗一個頂級政治家應該具備嘅隱忍同決絕。好啦，今日關於宣太后越同義渠王呢段血腥歷史嘅分享就到呢度。大家聽完之後，覺得宣太后到底係一個為國犧牲嘅偉大女性，定係一個冷血無情嘅政治毒蛇呢？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同我分享你嘅睇法。如果你鍾意今日嘅內容，記得幫我條影片俾個 like，訂閱我嘅頻道，同埋分享俾你身邊鍾意歷史嘅朋友。多謝大家嘅收睇，我哋下期再見。